那这个要念的时候。念的时候就是哑发，大的名字就是我们念起来的时候就是哑发。我在跟你们用一种的语言给你们的要解释。我们那个最好就是要通过那个摩西爷爷的，因为摩西先要求告这个名字，那他是怎么求告这个？那我们就要先调到摩西那里。因为亚伯拉呢求告这个上帝的名字，摩西求告，那我们来，这个就是那个哑法，我跟你们讲，这边呢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名字就引起辩论，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念的？那我们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是怎么念的，就是要能掌握念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能除掉它的罪孽。那这哑法，这个念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念那个读法。读法的时候就跟我过了以后就跟你们讲这个是怎么读，有的也h v 然后就是那你说你是怎么念的？我就是我原来就是在这里念的，因为有的人的读法就是从右边到左边的。那念起来的时候就是哑法，我过了以后一定要给你们教，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图片吧。那这个最我们来正常的念的就是哑法。那您说我这边看到就是好像是 W， 所以在那个中间这个位置没有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你们都想提起来了，这个是怎么念的？因为在这个哑法这个就没有存在呀。那我跟你讲，我们都必须要一个一个都要解释。我们先把它放进去，然后就是我们就一起查看了。我们先要去那个摩西那里，然后就要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爷爷的这个话。我们先去那个摩西那里，我们看到那个要看到摩西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只能读这个，能念这个。刚才那个哑法是怎么念的？我们来念摩西的书卷。在
出埃及记啊，我先把这个创世纪在希伯来是怎么说，就是变了是，我们先在出埃及记啊，在希伯来是怎么说，就是沙漠，这个沙漠就在希伯来。在其他的国家的语言在英语是出埃及记啊，在这边就是摩西求告他的上帝，就在第15章第2节啊，我们就看到刚才那个字就是那个有的，我一边要教你们怎么念这个希伯来的读法，一边这位亚伯兰的上帝他是到底是怎么教？那这个你不要担心，你一会你只能掌握啊。这个就是它的鼻音。这个呀，我们就是来，这个呀是指的是谁？因为这个呀就是亚伯兰的上帝，你把大荣耀归给这个，归给呀，这个呀就是亚伯兰所求告的，我要直接把这个他所求告的，那这个是咱们念的，这个是我们刚才念过了。其实我们从这边开始念的，这个是为了让你们的要看得明白，这就是亚伯兰的上帝有的和黑。那他是怎么念的？那我们先把它要放进去，然后我们再重复念一遍的。这个字是怎么念的？念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呀。我把它解读，然后再给你们的重复说一遍了。我就说慢慢的给你们解释，为了让你们能听得明白，这个读法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不要改呀。你要看到这个字，这个有的和要念出来的时候就是呀。那我们就把它先放进去啊。这个记得是说我在用这个黑板来写，因为我在教训你们，我们都看到这个字啊，然后在英语啊，你们过来以后就用英语来念的，这个就是有的，然后就是黑 vav 黑。那您说你怎么认识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就是名字，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字，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字我们看到了，这个字念的时候就是呀，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字是要念的时候就是呀，就是按照我们刚才念的，那好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字，这个要的，然后就是黑，念的时候就是呀，所以啊，要念这个底要念的时候啊，就是要的黑，我们把它念出来的时候就是呀，就这样，这个好不好？我们想把它解读啊，就是你在家里牢记的时候，牢记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那个摩西爷爷要念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要念的是呀，所以这个就不要发生到错误啊，所以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抗拒啊。因为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呀，摩西爷爷就是要念的呀，所以我希望就是没有人在抗拒啊，我先把它解读啊，然后放进去，因为这个都已经解释完了这个是呀，那大就然后这个第二个是怎么念的？这个那第二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第二，
我要直接先把这个给你们的解释，然后就把这个全面的要一起念的。牙是我的力量，我的舌头，也成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就是这个牙，这位牙就是有大人的上帝，他叫牙，这个是非常清楚，就是有的黑。这位就是上帝爱了，就是爱了的意思，就是上帝对犹大人来说，他们的上帝就是牙，有的和这个是很清楚了。这个我不需要再引起辩论，因为摩西爷爷就已经说得清楚，这个念法的就是牙。那我们再重复要重复到这是在哪？还是在这里？就是我们在那个第二个一段。我们都看到这个自由的黑，却他在这边写了是亚威，却我们刚才看到了，在这个按照这个拼音不是亚威，这个定住脚就弄错了，因为他们说亚威，却在这个拼音上面就是念的时候就是亚法，我们想把它解读，有些人说是亚娃不是亚娃，那我们就是一起念的，因为这方面是错了，因为这个真的念法这个念法这个读法，那这个是就按照给你们教训，这个就是那个字就是在这里要把它写拼音的时候就在它的身边的，这个前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它是要念法是牙。那这个第二个这个最后的这个第二个是怎么念的？因为他们的念的时候就从右边到左边的，那这个法不是怎么写的？这个法不那这个是怎么念的？怎么念？那他们的念法，按照他们的念法就是 W I S， 那这个就是他们就说是哇，这个不是哇乃是法。对他们的犹大人就是要念的时候就是法，那我们一起要念下，就是哪里对那个犹大人看到这个要念的W的时候就是非，那我们就是用那个百科一种的百科来研究，所以我们必须要查看这个情况了。我先把它放进去我们就来查考这个百科，这个百科就是说这个要念的时候就是法。我先要查考一下这个是犹太的语音这个 W 对犹大人是怎么念的？那个就是他们犹大人真的要调整他们的读法，因为对于犹大人来说 W 就是 Vav 或者是 V， 我们要通过这个来查看，你们可以放在屏幕上面的。这个是维基百科这个维基百科就是那些要全世界的教授要关于这个语言字母数字，那对他们来说这个 W 是怎么念法？因为这个都是在公元的200年前的，就是那些摩西，就是那些犹太的作家，这个就是他们的作家，这些作家者他们在公元200年前的，他们就宣布说到，就是在公元的
公元的纪元 BC 就是在公元的纪元，公元的纪元前就是公元的200年的，那所有的犹大人就宣布了说，他们的这个大不了与他们的年法不是无，乃是非。因为这个语言就是属于他们，所以轮不到你其他的国家来说，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你讲，这个就是 Vav 在希伯来的语言的。然后你要念这个希伯来的时候，就能看到以利亚所说的都是真的。这个就是那个Vav是希伯来语，我们在上面都就看到了。Israël, discussion that follows pas dans la prononciation of modern standard Israël hébreu. 这个就是个纠正的希伯来的语言的，因为原来弄错了，所以他们就来纠正的就关于发音的，就是按照那个现代的，就按照现代的标准。这个就是个发音，这个是清楚。如果你不会说英语的话，我给你已经讲过了要按照那个希伯来的发音，他们这边是说的一个标准的，就希伯来以色列的，就是说希伯来的语言，希伯来人就宣布了说，这个就是没有，应该不会再跟他们的要辩论的，因为下面的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所以因为他们说我们念的时候就这样念的，所以你就不需要你要干涉，因为要跟着他们的读音像以利亚的，就不一样，就是说要这个念法是这样的，就不再犯罪，要成为完全的人，不再犯罪，因为人是真命的，那个人是真命的之后，你就不再犯罪，这就是那个 Vav 这个字。这个 Vav 我们都这个字我们都在这里看到，这个 Vav。这个写法的时候，念法的时候就是法，就是说念法的时候就是非，因为他在这边就是要记得那这个发音的，就是像那个欧洲人的一样的，因为欧洲人看到这个 for 就是一个非这个字母因为这个 Vav 在按照那个希伯来，按照亚伯拉罕的摩西的念法，就是 Vav 不是像其他人所念的，因为是个非。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通过译中的百科，是译中的百科，因为我们都看到这个是个百科。百科我们都在这上面都看到是百科的.org 这个就是要按照那个希伯来的字母，我们都看到一个一种的百科全书一个百科全书，这个还有一种的百科全书，这个是在公元200年前的，他们也分布在，就在那个希伯来就是说这个要读这个希伯来，这个是希伯来的字母，在上面都有百科全书的.org， 我们都看到这个是犹太的语言的希伯来的字母，我们在下面就看到，就在公元
公元200年前的，那我们就研究当代是怎么念的，这个 v 这个字母是怎么念的。那我们一起看，按照他们的语言，他们就说这个是 vav， 那这个是怎么写的，怎么念的 v。念的时候就是非写得很清楚，那我们在上面就是那个读音就是打那个音调，就是你要念这个时候就是 v， 而不是 u， 乃是 vav。因为大多在这边都把那个读音写到这边，就这个 v 写得很清楚了。我希望你们都能看到了。这个 v 就是那个 vav 的读音，然后就这个是那个 vav 这个读音就是你的嘴巴、你的舌头来念的时候，按照那个百科全书就是 v，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人能抗拒因为这个就是要念的时候就是 v。我们的那我们就是我们以前已经看到这个色波来字，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解读我们在解读之前我刚才给你们教训的，我想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把这些先擦掉了，然后我们再重复写，拿来吧。这个就是那个第一有的黑这个对犹大人的念法，就是这个第一个，我就把它写在下面这个念法就是这个就是说就是要简单的给你们解释因为然后就我们来把那正常的来写，就是要改为呀。那这个好吧，这个是你们听明白了吗？这个是摩西爷爷所教告的名字，所以你不要抗拒。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是摩西爷爷就是要说的是呀。我们先把它解读，然后你们就待会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就是呀，我们再拿一个读遍了，就是我们刚才写的时候重复写。我们先把这个要的嘿 vav 嘿，那这个是怎么念的？我们都看到就是他们也不留念的时候就是WRH 都因为这个是在那个拼音所写的，那他们希伯来人就要强调这个V的念法，我们绿色的。他说这个念的时候就是 v， 所以我们念大的时候就是就改为 VRH 就是说这个念法就是 vav。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红色的，因为我们从左边到右边，我们读的时候从左边到右边的，那我们把它合起来，因为他们希伯来人说这个念的时候就是 vav， 那他们希伯来人说一个呀，我们把它合起来的时候就是呀vav加起来，那我们用黄色的来写，第一个就是呀，有的和VRH， 这个就是亚法摩西所教告的，就是亚法。我们都看到那个希伯来的四个字，就是希伯来有指的犹大的上帝，但是亚伯兰的上帝，因为亚伯兰就告这个亚法的名，就是有的黑法黑对希伯来
人来说念的时候就是亚法，所以其他的国家就不需要把它改了，因为这个是亚伯兰所求告，摩西所求告，叫人不再犯罪，叫人完全打叫亚法。如果你想要有主动的罪孽，不想要下地狱啊，那你要听出这位亚伯兰的上帝，因为这个有亚伯兰有求告他，有摩西求告他，这个就是他们父子俩所求告的上帝啊。所以我们先把它牢记。然后我们要重复在希伯来字出埃及记第13章第3节。这个希伯来就是这个是亚法。我们看到这个是怎么念的？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因为这是那些天主教，因为他们把它改为亚威，所以这个名词不存在，所以在他们自己的圣经上面把这个亚威已经去掉了。我用马达加斯的语言来翻译亚法是真实，它就是个真实的，它是大的名是亚法，这一切都这个亚非这个耶和华都是那个罗马天主教。因为这个要翻译着就是罗马天主教，全这个本名就是就这个是个拼音，这不是集权的拼的，所以我要把它集权的，对犹大人就是这个是真名的，就是亚法是真实大的名是亚法。你们都看到连他们罗马天主教都搞错了，新基督教都弄错了，他们叫耶和华，所以结果他们都是要犯罪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所教告是谁，所以你要自行机遇吧，你们就把你们的书要翻译吧，要翻译找，因为亚伯兰所求告，摩西所求告，这位上帝跟着大人都不再犯罪。亚伯兰所求告就是亚法还有这个有的黑就是亚，所以这位亚伯兰的上帝就是亚法，凡求告这个名字的人都已经就成为完全人，不再犯罪。这是上帝的目的地，就是叫人不再犯罪，要成为完全有永生的，要得到永生。你在听我的时候，你应该有考虑，你还是要服侍，要假上帝，你仍然的要敬拜假上帝所以我把为了这个，我就把那个日子给你宣布给你们定了，那你们要看一下你们所求告是谁。对亚伯兰我都颁布的日期，关于摩西我都颁布的日期，所以你们所求告的这都是假的。因为对那些伊斯兰教，他们是公元600年的才能出这个名字。那我们就当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求告是谁，那我给你个回答，要重复到本命那里，你不再犯罪，你就是要成为完全的人。那么今天的教训就是到这里，就是要研究亚伯兰的真名的上帝是谁，因为除了这个名字都是假的，那这个就很清楚因为亚伯兰的上帝就是亚法。以赛亚有求告了这个名，在以赛亚应该是在24章第4节，应该是26章还是26节，我没记得好清楚以赛亚书
就是以赛亚先知真的求告这个名字，我想应该是在这儿。以赛亚26章以赛亚第26章第4节，我们一起念吧。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这边按照那个鼻音读音以赛亚书第26章第4节，在摩西的五经，我们念的就是摩西的五经，它就是在这儿。这就是犹太的字，犹太的字，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你这边的那个拼音，所以我们直接读这个拼音吧。这个都是要一起念的，就是亚法写的很清楚，就是亚法的真名就是亚法。这个都可以都在一起，我们都要一起看到。我想他的名字就是亚法，我们一起看到，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然后就是这个亚法这个字呢写，这个就不好稍等一下，我们搞错了，我们先把它放进去，这个就是那个字，就你们都看到了上面就是就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因为他们从右边到左边的念，这个就是亚法都要排列好。我先把它截图，然后给你们，恐怕你们说我们看不见了，因为真的大真名就是亚法，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然后就是接着就是这个亚法，你们都看到，因为他的名字就是亚法，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真名的上帝，他叫亚法。我希望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摩西所求告的那位上帝，以俩在这里要给你们这个解释，就是犹太的名字，叫人的成为完全，叫人不再犯罪，就是不再犯罪了。这个名字就是叫亚法，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不求告这个名字，那你所求告的都是假的，你所求告的都假的，你被迷惑了。以俩都是借着爱来教你们，呼叫你们要关注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为他是真的拯救者。亚伯拉罕摩西爷爷求告他的时候，就是在公元的1800年的以前，没有比他先求告。伊斯兰教就在后面的，在最后面的，最犹太的书卷摩西的五卷都是在公元于1500年前的。它是最老的，因为这是最老的，所以跟你讲，这个是不可抗拒的道。所以他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摩西的上帝，因为他们要求告这个上帝，就是要要用亚法求告。那么我再补一下这个道，这个就是让你们的能听得非常明白。那我们先用这个马达加斯的语言，然后就是来就在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21章23节。
创世纪第21章就是有记着，我给你要补一下补一下。我们要接着这个经文，我们就跟他看到他真的有求告他的上帝就是亚法。那他要去哪儿？第21章23节，我们的就是来念的就是21章第33章。你在牢记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就是33章不是23节。这个就是那个字呀，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写在中间，就是有的发音。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的字母，我们都在创世纪21章第33节。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就是亚法这个名字，就是亚伯兰真的要求告这个亚法这个名字，我们来英语来念。因为亚伯拉罕在别是巴在上一的垂石柳树，又在那里求告上帝的名字，就是说他要求告上帝的名字。我们在这边都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他真的求告。我都给你们的3个经文。创世纪第12章，创世纪第13章，这个是创世纪第21章第30节。他真的求告这个上帝的名字就是亚法。那亚伯拉罕的上帝就在公元的1800年前的，那他所求告的上帝的名字就是亚法。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你就是假的，所以你有人错了吧？因为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个成就，这个想要你要得到这个成就，这个是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的灵魂想要得到成就，那就赶快吧，因为那些人想要得到成就，就是要有尽力的定这个正道，因为以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呀。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一起要研究接着是什么，因为你要听从这亚伯兰的上帝的道，那然后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他是去哪儿？要走火，应该要听从谁？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教训以及研究，应该是明天或者是后天的。那我们就是一起要看到接着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他去哪儿？谁要带这个正道？这位上帝是在哪儿？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是要与谁同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他是要跟着摩西。在我们当代的时候，他是在哪？在我们现代的时候在哪里能寻找他？他现在与以利亚同在。到这边的时候，那我们就慢慢来的要查考真理啊！因为我们今天就看到亚伯拉罕有个上帝，他所求告的是亚法。摩西也是这样的，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亚法，在摩西的时候就求告他亚法先知们都是要求告他亚法，所以有祝你们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因为这个是对所有的全世界的拯救不光是犹太人，是越南人，是中国人，是非洲人，这个拯救是属于给大家。以利亚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为了想要得到拯救不会在
不想再被魔鬼迷惑，我们的拯救到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因为这位亚亚法的上帝是活着，他差遣以利亚为了代替他。那请你来到父亲亚亚法，为了就是你为了拯救你的以利亚的道，就是到这边到这里，荣耀归给父亲的亚亚法，荣耀也归给他所差来的救活的先知。我们关于这个救活的先知，我们要说说他的话题。他叫亚乌刷，这位亚乌刷他是谁？因为我们就是到他哪里关于父亲亚法所说的话是什么？这位亚伯兰的上帝的话是什么？因为目的地就是为了从那个罪里面能救出来。你所亲眼看见的就是以利亚，他不再犯罪，他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是跟着父亲亚法。那我请你要跟随他，荣耀归给父亲亚法。我们一起祷告吧。非常感谢您的父亲亚法，多亏你这个道，你所赐给这个道，因为你所赐这个道真是拯救，为了叫所有的人要想一想要去哪。以利亚要向您要求别让魔鬼在害他们，因为已经许多人都率领他们都下去那里，请拯救他们。这是以利亚向您所有的要求，为了拯救他们，能听到那位救活的先知，那位最后的先知的声音，大叫亚乌刷，亲爱的父亲亚法，请要把到荣耀将生出来。我奉你的名字，亚乌刷做了这一切的祷告，阿门。那我祝你们能得到亚乌刷的祝福，我们下一个的教训再见。